有化妝，iPhone 原相機直出，我近排啲皮膚真係好到冇得頂啊 ！Hello， 前排我咧就去咗泰國，嗰度嘅天氣真係好到不得了啊！日日都係陽光普照，個天藍到咧。嗰度泰國咧啲紫外線真係癲噶，搽幾多防曬都冇用，加上又要趕戲，又要捱夜，食無定時，搞到成塊面咧鬆晒，淨係靠普通護膚品已經救唔到。誤打誤撞喺香港門店入手咗呢一部日本 JUJI 膠原雙生光美容儀，激到連做美容院嘅 friend 都同我講佢好用啊，簡單易用，效果又睇得見。JUJI 呢部機咧有膠原雙生光技術，3個組合光模式，可以做到分層狂碎。佢嘅雙生光技術咧就融入咗喺2個模式入邊，其實2個模式都超簡單。BNF 模式咧就係手法向上提，而 CO 膠原模式咧就係打圈圈。好，而家正式開始示範，洗完面咧就可以厚厚咁樣敷一層保濕嘅 gel。首先 CO 膠原模式，然後針對我哋嘅眼周、太陽穴、法令紋、面部可以重點咁打圈，可以感覺到塊面珠燈咧暖暖地，標緊膠原。做完 V Line 提拉模式，將眼紋10下，下顎線拉10下，法令紋拉10下，嘴角拉10下。嗱，俾大家睇睇細節，向上提拉3次，真係個效果肉眼可見，而且唔係嗰種瞬間嘅效果。隔日朝早起身，你會發現成塊面依然嘭彈。咁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 ATP 係乜嘢，簡單嚟講就係細胞嘅充電寶。JUJI 嘅膠原雙生光直接穿透 4.5mm 真皮層，激活 ATP， 等細胞可以瘋狂咁樣做膠原。呢個導頭係藍寶石高透光口，99% 透光率，低溫唔傷皮膚，未挨到皮膚咧就會覺得暖暖地，熱埋去就會變涼。文文機都適合，仲要較細部，可以無線用，去旅行帶住佢，隨時隨地都可以幫塊面叉電，就咁塞入個袋。出 trip 都 keep 住最好嘅皮膚狀態，用咗一段時間，塊面又彈又透亮。但係講真，護膚係長期主義，好彩用法簡單，容易堅持，每一次疊加一次吧。好，今日分享咧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有咩護膚嘅心得，記得都喺留言區度話俾我聽，我哋一齊變靚。